平安三寶你要知。平安三寶係指遺囑，即係平安紙、持久授權書同埋預設醫療指示，呢啲都係幫助我哋規劃未來財務同埋醫療需求嘅關鍵法律工具。特別係當家人冇辦法自行處理事務嘅情況下，好多朋友都聽過遺囑、平安紙，但係對持久授權書同埋預設醫療指示就可能唔係咁熟悉。保險點樣喺平安三寶中發揮作用？首先，第一，遺囑，一般人稱為平安紙，用嚟指定遺產分配。對於人壽保險，可以清楚咁指定保險受益人，確保保險金分配符合遺囑人嘅意願，或者規定保險資產嘅處理方法。第二，持久授權書，當授權人仲有行為能力時，授權他人管理佢嘅財產。喺危疾保險方面，授權人可以處理保險資產，包括交保費、索賠同埋同保險公司溝通等嘅事務。第三，預設醫療指示，用嚟表達個人喺無法自行決策時嘅醫療意願，例如生命支持或者手術選擇，呢啲都有可能影響到醫療保險嘅索賠同埋支付。呢三個工具涉及保險時都需要合法有效嘅文件支持，所以建議你事前諮詢法律同保險專業人士，確保你嘅決定符合法律規範，亦都可以最大化咁保障自己同埋家人。記住，提前規劃就係對未來最好嘅保護。